娘娘今天真美，像是不食烟火的仙女呢。是吗？我倒没觉得。只是呀，这平时总是绫罗绸缎的，太过繁琐，我便素净一些，免得繁华惹眼，乱了心神。娘娘说的是，难得见娘娘这么素净的美人呢。女人啊，本就有最好的颜色，何苦非要用脂粉遮掩起来呢？清水芙蓉，反恰到好处。可王上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样子太素了？他会喜欢吗？娘娘天生丽质，怎么样都好看。月儿，你看啊，王上这么喜欢我，其实啊，我心里好喜欢他呢。奴婢记得前几日，您还说不喜欢王上，怎的今日如此欢喜？他待我如此好，我总不能一直这样对他若即若离的吧？况且，他还要册封我为贵妃呢。月儿提前恭喜娘娘。你是不是特别羡慕我？奴婢不敢。他可是王上，怎么可能专宠一个女人呢？是不是？月儿只是个下人，不敢妄想。娘娘，快用早膳吧。好。是王上在练剑吗？是。参见王上。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叫我王上。小禽兽。扫把星今天休息的可好？求你个事儿可好？随便提。月儿，来。月儿照顾了我这么久，最是贴心了呢。都是王上吩咐，奴婢不敢邀功。你得好好赏她，月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对我说。能够获得羿落的欢心，便是大功一件。所以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赏给你。奴婢只想好好伺候王上和娘娘，不敢要什么奖赏。月儿越是这样说，我就越喜欢月儿了呢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？你既然是王上，一定知道很多大臣，其中必然有尚未婚娶的青年才俊。这样吧，你给月儿择一门好亲事吧。王上，奴婢不嫁人。奴婢只想一直伺候王上，求王上不要让奴婢嫁人。扫把星提的意见，倒是个好主意。既然你一心想要成全他，我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，一定不会亏待了他。王上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陪羿落走一走。小禽兽，你对人真好。扫把星说的话，我都会尽力做到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做了很多坏事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人。羿落，你只需要知道，
我只想对你好，就够了。我不信。那就用时间来证明。你醒了？你果然厉害，我小看了你。我只是失忆，又不是傻子。你眼里藏了什么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若不是我机警，今晚岂不成了你的刀下鬼？失忆，在我看来，你明明就是装的。装？我装什么？你那么着急的让王上把我嫁出去，其实就是为了隐藏自己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哼，残花败柳还想做王上的贵妃，每天都要和杀了你腹中孩儿的仇人谈笑风生。哼，我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，我每天对着你，都觉得你可怜死了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月儿想要刺杀我，快去叫王上来！是。我突然想看到，如果他知道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他是什么样的表情？他最信任的爪牙，偏偏对他有了私情，反而坏了他的好事。他的表情一定很好看吧？怎么回事？人家的手都被划伤了，好疼啊！原来月儿一直想要做王上的女人，不料我却为他求赐婚，他因此怀恨在心，想要刺杀我。若不是我有潜水的习惯，拼死反抗，我可能就死在他手里了。恩将仇报的东西！宁坚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是，别让我再看到他。还疼吗？月儿还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我之前有个孩子，是真的吗？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之前我师承中原什么公子。你不是说你其实是不知道我以前发生的事情的吗？为什么他一个仆人比你还了解我？
我要听实话。你之前确实有过一个孩子。发生了什么？你之前嫁给我的兄长，西戎国的先主陆红影。后来他突然暴毙了，我就成了西戎国的王上。那我的孩子在哪里？你的孩子是小产而死，是被中原的故友所害。他见你和西戎先主有了孩子，心生嫉妒，所以假扮依你进宫，以安胎为名，给你下了堕胎药。你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你都瞒着我？就是害怕你难过，所以才瞒着你。想着你都急得失忆了，索性就不要再提了。不知道曾经经历这么多事情的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的兄长已经不在了，不过我可以照顾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娘娘，晚上王上的登基庆典给您准备的贵妃服饰，放在一边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回娘娘，奴婢冬夜。那你在宫里多久了？奴婢啊，自小就入宫了，以前一直在绣院当差，现在被王上指过来服侍娘娘您。不知道月儿怎么样了？奴婢听说，月儿姐姐被王上活剐了。一大早醒来，碧心院门口就挂着一副枯骨，说是告诫宫内的那间宫女以儆效尤。碧心院是什么地方？碧心院是奴婢们住的地方，离娘娘这儿比较远。听说月儿姐姐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送行司，直接就在碧心院行刑了。虽然嘴里面塞着核桃，可是那哀嚎声还是传了好远好远，听得人心惊胆战的。有些胆子小的宫女都被吓哭了。月儿虽然死得惨，但也是自作自受。我呢，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，希望你以后不要步月儿的后尘。冬夜一定忠心事主。出去吧。是。哎，先生，先生有伤在身，不必如此拘束。身体好些了吗？谢王爷关心，已无大碍。那就好。那个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呢。以若要被封为贵妃了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爱卿，
平山。臣不知先王后驾临。先王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先王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都起来吧。今日在朕身边之人，并不是先王后，而是朕的贵妃。先王后怎么成了贵妃了？朕带贵妃来受众卿朝贺，以望西戎国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。诸位爱卿若有什么事，我们明日再议。但若有人生旁枝末节，休怪朕无情。皇上，老臣叩见王上。啊，王叔啊，您不是在家好好休养吗？什么风把您给请来了？回王上，老臣今日进宫是有要事与您商议。王叔，您有什么事？老臣此番前来，是恳请王上将先王后送去斋戒，为先主祈福，或其让她为先主陪葬。臣等恳请王上应允。你们一个个都什么意思？王上，先王后嫁入西戎不过半年，先主就突然暴毙。现在王上又把先王后留在身边，老臣以为西戎的未来会毁在这个妖女的手上。王叔，东庭以为此言差矣。贵妃乃是中原国前来和亲的郡主，两国的友好安邦，离不开贵妃的福德。况且，贵妃也是母仪天下，这些年后宫之中有多少妃子遇陷贵妃于不义之中？贵妃非但没有与他们斤斤计较，反而以德报怨，又怎能说贵妃是一个妖女呢？王叔，我们又何必为难这样一个弱女子？王上，东庭以为，诸位大臣兴许是想起猝然离世的先主，情绪才会如此波动，还请王上莫要怪罪。朕做的决定，谁都不能改变。小禽兽，我头好疼。好，那朕扶你回去休息。嗯。诸位爱卿，今日的朝就散了吧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老叫我扫把星了，大家根本就不接受我，我就是个灾星。我的决定，谁也不能反对。之前你说我是前君的王后，我还将信将疑，可是今日他们竟真的称我为您王后，我突然觉得这整件事情有点可怕。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你现在只需要知道，你是我唯一的爱妃，就够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？那个老王爷说的以前的事……我说了，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。你现在只需要知道，我会保护你。你呀，现在只需要好好的接受册封。我这
身子又总不见好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月事还是不断吗？那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身子怎么受得了？你也别怪他们，是我自己的身子骨太弱。对不起。你对不起我什么？我身子不好又不是你害的。一洛，我能抱抱你吗？好啊。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对我这么好，这么有耐心。你呀，可真是我的小小扫把星。怎么，朕对你好你还不高兴？你以前也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吗？不是。那你以前做了很多坏事吗？很多很多。那你怎么突然变好了呢？因为只有遇到你的时候，我才会忍不住做一个好人。我有那么厉害吗？也许是你失忆了，是上天给我的机会。小禽兽，嗯，那你能答应我，以后都做一个好人吗？你没有办法答应我，对吗？在这至高无上的位置待着，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呢？王上，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进来吧。一洛，你以前最喜欢我带你出宫玩了。今天是8月15，我带你出宫赏花灯，可好？真的吗？好啊。若不是亲身经历这一段惨痛往事，陆寒桐，你在我心里曾经是个多么翩翩潇洒的少年郎。哇，这里的花灯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，扫把星？喜欢，小禽兽。你喜欢的话，我每年都为你办花灯节。那怎么行？让那些大臣知道了，还不得上谏参我几板啊？这种事情我可不做。还是扫把星想得周到。现在你喊我扫把星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挺不忘你的。你知道别人叫你扫把星的时候，我都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我说我最克扫把星了，能够把扫把星克成幸运星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
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，好吓人哦。那是保护你的死士。我周围有很多死士吗？当然了，他们随时保护着你我的安危。那你能不能带他们出来见见我？那怎么行？他们只有在你遇难之际才会出现的。哦，没想到出了宫还是不自由。你就当他们不存在呗。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草花糖糕，好想吃哦。你带我去买呗。好，我带你去吃草花糖糕。走。你好，请问一下这个多少钱？臭流氓，你干什么？哎呀呵，小娘们儿，你撞了我，还说我臭流氓？你个，开！你的死士不会在哪棵大树上靠着睡着了吧？你以为他们都像你一样啊？贪吃贪睡。我压他！想煮了还是烤了，随便你。师傅的佩剑为何在死人手中？莫非他是师傅的人？你呀，终于让你得逞了。见到死士了，确实挺特别的。我们去别处逛逛，走。去哪儿？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保证，好玩的很，你从来都没见过的地方。走。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？咱们这叫做故地重游。曾经在你失忆之前，你来到此处，有人想要害你，还是我救了你一命呢？失忆不能算作10万负一吧？走吧，进去看看。来。是若浅，怎么办？我怎么救出若浅？不，我不能慌乱，一旦我慌乱，一定会被他抓住把柄。洛寒图果然还是对我有防备的。怎么了？快带我离开这里！那个人好可怕，我害怕。你不是想找回忆吗？你看看木桩上那个人，他可是曾经想要害死你和你孩子的人，你不记得了吗？那我更不能看，那个人好丑，好可怕的。萨瓦辛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他害死了你的孩子，他是个坏人，是个恶魔，罪有应得。今天我们就替天行道，一起把他杀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！走吧，别怕，走。我不走了。
你看，他就是害死你孩子的那个人，你好好看看他。你不记得了吗？一路，忘记一切，忘记一切。好吓人啊！我真的不记得了。那我就要送他上路了。讨厌！你明明昨天刚答应人家做一个好人的，你要杀自己杀，反正你是王上，你做什么我都管不了你的。我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一路他真的不记得你了，那我就更不能留你了。万一他哪天又想起你来，可怎么办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？扫把星，我把害死你孩子的人帮你杀了，瞧把你吓的，开心吗？谢谢你，小郡守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，娘娘？娘娘，快去给我倒盆水来！是，倒盆水！娘娘，治好了。只有在这水里，没有人看得到我的眼泪流失，没有人听得到我的痛苦绝望。看到若清姐姐被活活杀死，我万箭穿心，却要步伐紧困。罗寒童，罗寒童，你这个禽兽，总有一天，娘娘，我要杀了你。啊，许是刚才吃坏了肚子，好不舒服。你能帮我拿条毛巾来擦一擦吗？娘娘。你跟着洛寒童多久？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平日里看你唯唯诺诺的，倒还挺忠心的。娘娘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失忆的弱女子。
娘娘想让我为你做什么？我只需要你帮我一个倒忙。倒忙？对，找个时机暗杀我。御医房女官若儿刺杀王上，意图不轨。王上有令，将老太医等一众太医都拉出去斩了。王上，老臣冤枉啊！此事与老臣无关呐。老臣不知道若儿要刺杀王上啊！我们都是无辜的，王上饶命啊！王上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王上，拉出去！我们是冤枉的！王上，冤枉啊！见过王叔。见过太后。你跑来了。我是来告状的。哦，什么事？大王今日把太医团所有的人都拉出去斩了。啊！你看你这个不省心的皇侄，怪不得半天没有人来给我诊脉。幸好东庭带了个神医过来给我看病。唉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是多年的老疾，一直都是老太医在帮我诊治，可如今大王竟把他给砍了头，这我以后怎么办呢？皇叔，您先别着急，这不是东庭在这儿呢吗？这位是我的至交好友楚神医，您若不嫌弃，就让他给您看一看吧。哎呀，多谢王爷。我呀，就是觉得这心里太憋屈了，大王手段实在太过残忍。虽说女医官出了问题，他也不至于把整个医团都给杀了吧？这不是造孽吗？唉。东庭也觉得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对，就是那个妖女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这是。没想到这个从中原来的郡主，给我们西戎带来了这么多灾祸。哎，母后，您没事吧？没想到，现在我的韩童也变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刽子手。唉，真是造孽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许再有任何人和那妖女多说一句话，老夫我与她势不两立。
将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妖女，我不管你的身份有多么尊贵，老夫今天就替天行道，杀了你。如若不然，我西戎100年社稷就要毁在你一个女人手里。王爷3朝元老，没想到竟然这么肤浅，竟然把江山社稷的安危都系于一落一个女子的身上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？你死到临头还满口的诡辩，你可以送我去庙寨，被县主欺负，我还非要我的命。只要你活着，就永远是个危险。什么人，竟敢阻碍本王？回王爷，小人是王上派过来的死士，专门保护贵妃娘娘的。只不过是个杀人犯，也敢对本王说这样的话？将他一起给我拿下！皇上驾到！都给朕住手！皇上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想要杀我心爱的女人啊！皇上，老臣一片忠心的。骆家氏，你简直是疯了！皇上，此妖女不除，一定是个祸害呀！荣坚啊，奴才在，请老王爷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老臣冒死恳请皇上，以江山社稷为重啊！皇上，都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请王爷下去？我不用你们动手，走走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人家差一点就被他勒死了，不过你别担心我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荣坚，皇上，快去请太医。王上，太医院的太医都被斩了。那就不会重新找一批吗？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别碰了，来，我们进屋。轻点儿。对不起。你说你又是何必呢？非得把太医都给杀了？他们都该死。别慌，我让荣坚再重新找一批进宫不就好了？今天救我的那个死士，是花灯节的那个吗？
他是所有死士当中武功最高的，所以我把他派给你。哇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以跟他说说话吗？你好像对他很感兴趣。不是，别动。我只是觉得他今天救了我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他。你不会连死士的醋都吃吧？我当然要吃他的醋了。他每天在你身边的时间比我多了。可是，那我看都看不见他。你吃的醋未免也太飞了吧？哼，你是看不到他，可是他每天能够看到你呀。哇，撑起来，在这里看看日头，别有一番趣味啊！董爷，你干什么？要了你的命！住手！这个人要杀你，不能留。放了他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！快救我，娘娘！再这样他真的要死了！你去帮我把风，我有事情要跟这个人说。是。没想到你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！我收到的命令就是保护您，只要对您不利的人都是我的敌人。你越是这样说，我对你倒越是好奇了。你能把面具摘下来我看看吗？你设计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局，就是为了引我出来，要看看我的真面目吗？怎么？难道我们认识？你怕我认出你来吗？娘娘，你这样做就不怕我告诉皇上吗？我才不怕呢！我就跟他说，我好奇，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他那么一个容易吃醋的人，搞不好会把你杀掉。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是不是一直希望我是别的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一直在等的人。你知道他，还是你见过他？你见过他？我只需要告诉你一件事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他。他一切都还好吗？他有在努力救我出来吗？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总有一天他会把你救出去的。那你是他的人吗？你不需要知道太多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。他现在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他从未放弃过你。你现在只有继续假装失忆下去，不要让洛寒桐怀疑你。好，我不仅要活着离开这里，我还要把洛寒桐做的丑事大白于天下。如果有一天你能遇见我师父，请你告诉他，
活下去。好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慌慌张张的？慢点说。老王爷被王上杀了。王爷，还有件事。说。太后听闻此事，急火攻心，因为宫中没有好的太医，所以猝然离世了。罗寒统，你个畜生！因为一个女人你就……并非是为了贵妃，而是为了能让所有对她有忤逆之心的人都有所忌惮。并非会为此忌惮啊，而会因为她的暴政而感慨国将不国呀！先生，请你一定助我一臂之力，除掉这个大逆不道之徒，否则我西戎国早晚有一天会毁在他手里。出谋，誓死为王爷尽忠。娘娘，太后仙逝，现在是国丧期间，咱们这样不好吧？你懂什么？启禀贵妃娘娘，太后大丧，王上深知如此不妥，今天可能就不来了。太后仙逝，王上操劳过度，我特意为王上准备了这么多美味佳肴、大鱼大肉，而且都是用素食做成的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我也不过是希望王上能够补补身子，而且我还专门设计了一支国丧舞，是专门为了太后祈福用的，有何不妥？我做了这么多，难道王上他一点都不感动吗？王上若是不来，那我就真的生气了。谁说我不来了？王上，王上，怎么，还真生气了？我听说你为朕准备了一桌素菜，可是怎么看起来都是荤菜啊？哎呦，这正是一洛的用心之处。哦，是吗？我的小扫把星。
知王上去哪里了？贵妃将他叫去了。什么？这种时候，王上不该是带着贵妃一起跪在灵堂之前，为太后守灵的吗？听说贵妃娘娘为王上准备了一桌子好菜，还亲自为王上排舞奏乐，为王上解忧。这真是岂有此理啊！哎，朵大人，你也不必如此激动，毕竟王上终日操劳国事，守灵伤身，娘娘虽然有些不识大体，但起码她是心疼王上的，这一点啊，有目共睹啊。刘大人，此话从何说起啊？现如今是国丧之时，再怎么体恤王上，都不该如此歌舞升平吧？哎，我听说啊，这个贵妃在烟暖殿里所奏之乐，乃是哀乐，以此追思往事；而贵妃所设宴席也均为素食，这并无违反礼规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大家也并不能说什么。这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刘大人，您这样说，未免有些过于强词夺理了。现在正值国丧时期，您作为太尉，怎么能说出如此不负责任之话？朵大人，尔等不敢苟同。哼！哎，朵大人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大体呀？哎。你不必安慰我。太后国丧，王上自己都不伤心，那我在那里做什么跳梁小丑？哼，朵大人，您乃重臣之首，您这一走，其他人都得乱了分寸，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去说了闲话，可怎么好啊？我怎么样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是一腔热血的赤胆忠臣，可王上他却不在乎，他只在乎那个贵妃，他是怎么想的吧？朵大人，现在不如到烟暖殿去，说服王上回来为母后守灵啊！我总觉得王上只是有点一时间鬼迷了心窍罢了。只要王上回来，大家自然也就不会再说些什么了。这是我编排的。贵妃这支舞真是用心啊！王上，朵大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臣请求王上随臣回去为太后守灵。朵大人，朕今日确实有些乏了，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臣以为，王上若是乏了，可以在灵堂旁的偏殿稍事休息。
只是国丧之际，荤素不禁，欣赏歌舞，难道这不是对死去太后的大不敬吗？王上他都操劳一日了，他吃口饭。朵大人，请问这样做有何不妥？贵妃娘娘，您看着这一桌子的荤菜，您的内心就没有半点的愧疚吗？这明明是用豆腐做的一桌子素菜而已。仿制的荤菜，难道就不会勾起王上的食色之欲吗？臣斗胆请问贵妃娘娘，倘若太后在天有灵，您的此等做法，就不怕遭了天谴吗？我大人，王上，臣恳请您随臣回去，为太后守灵。王上，不是臣妾非要让你留下来做大逆不道之事，只是这朵大人处处针对我。若是您真的回去了，他岂不是要像老王爷那样，把我当作妖女暗杀？王上，朵大人，你先自行回去，朕陪伴贵妃，自会回去。王上，现在去跟晚点去有什么区别？你怎么如此冥顽不灵？